段情，等到最后也是等无你回头。你不愿留，不愿等候，阮的心也是为你留。阮的爱藏在心内，你是唯一的将来。只有等待你的了解，谁知影已经是伤害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真孤单，阮的心事只有讲予家己听。你放我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你的名哪会叫袂出声？阮的感情已经为你散。多谢你。等下，我有条件，我有条件啦。阿伯，你有啥物条件？我爱你保证，你爱一世人哦，拢疼惜阮美魂。啊，若无哦，我得甲你当作阿妈安尼剁脚剁手。那咧好，我王文治就抓。假使我若无好啊，疼惜美魂啊吼，我有你讲靠。好，安尼好咧，我接受哦，你做我囝婿啦。翁诶，咱无张无弛加一个囝婿，还是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庆祝啦！无啦，啊退哥阿瑞遐吼，咱还要甲人讲一个，啊袂互人一个交代的呢。我看哦，也是你爱去行一逝哦。喏，你较甲讲话啊，你去讲。无啦，你是一家之主呢，这当然由你去讲啦。唔好啦，你去讲较你去啦，你去啦，你去啦。哎哟，拢恁两个害啦！啊，教我遐久啊，唔甲我讲一声，真正，等即摆来宝还去等要带你啦，看要安怎了好啦。阿伯，你放心啦，这件代志吼，我来讲就好啊。免啦，这个代志阮两个人处理就好啊。你会记好好甲我疼惜我的美魂就会使啊。对啦，我一定好好疼惜美魂。水果，啥物代志啊？哪遐尔紧张啊？这店面哦，三个人客，啊，我甲阿瑶问伊要食啥，你也无咧甲伊应啦。毋用你就叫因走就好啊。啊，做生意做到当时啊，十几档啊，头一摆拄着这款人客。啊，你意思是安怎？你叫我甲因赶走？无啦，做小生意太使后白赶人客啦。是讲，因三个人哦，面相看着足歹呢。我是惊毋知出啥物代志无。若无电话偏偏你要拍电话报警察？报警察哦？无啦，无遐严重啦。好啦，你无用你，做你无用。啊，退哥是安怎讲啊？讲啥啦？规定啊，咱店遐大间呢，阮坐了休困不要紧啦。哎呦，我若出代志，我就不理赔了。你较细声好无啊？等下阮听到咧。是讲因三个人哦，你看咱面青。哎呦，啊是毋是来找你算账的啊？找我算数啦！我互你教安尼乖，阿妈你了嫌了好啊，头可能要找啥物麻烦呢？哎呦，要收啊！你毋使来等来报啊？来报？嘿啊！阿姐嘛，来宝，嘿，来报。阿姐嘛，我阿妈要奖你啦，我甲煮一碗。哦，无问题啦。好，你等啦。你遐坐，我陪你菜。有个坐了创啥？哈！
来宝，笔录已经做好啊，你看者，若无唔对吼，咱才签名。文弟啊，阮两个敢都爱签啊？阿爸、阿母，恁是见证人，当然爱签咯。来来来，签这个签。林爹，啊？啊伊哪会叫你阿爸？叫伊阿母？哦，啊对吼，这阮囝婿啦，过110号要娶阮美云啊啦。啊，看你内母也是小学的同学，人阮囝婿即摆咧做刑事吼，风评阁袂歹呢。将来吼一定做有前途的啦。阿舅，你拄则讲的，敢真实的？真是的啊，啊都。无啦无啦，迄落，哎，来宝，你是安怎？啊？来宝，林爹，容易。来宝，你是安怎啊？啊，来宝，你莫插我！哦，你敢做伙啊？进来，阿要检查你，互医生看，进来。你莫管我，莫管我！来宝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你敢不讲啊？来宝，你哪变安尼啦？你莫管我啦，莫管我！来宝，侬莫管我！来宝！你呀，你咧创啥啦？来宝到底是安怎？你拄则做伙，伤啊真严重咧，到底是安怎？这是要安怎讲啦？进来，甲出来！啊，你呀，进来啦！好啦，你较冷静的啦，你较冷静的啦，你呀。哎呦喂，啊你是要死啊？要搞让我老体哦？哎呦，啊你是一个人菜，当然是咧菜啥话啦？我咧想代志啦。想啥？想我？哎呀，莫有白讲啦，你较正经的啦。你是咧想啥啦？我是咧想讲吼，你迄天怀疑来宝啊吼，我也唔相信啦。啊，想唔到吼，来宝真正会走去跋筊，啊，搁跋歹筊才会害啦。但是我亲目睭看到伊去互拍吼，我绝对袂相信的啦。哎，是啊，而且啊，水哥哦，你一开始嘛是半信半疑咧，即摆煞无相信煞袂使啦。我是讲哦，这个美云哦，伊敢是安尼一开始就知影讲来宝会变歹，所以就无干伊来哦，直接去找问题。是讲这美云嘛是无应该咧，啊像这款代志就应该甲咱讲嘛，啊伊甲咱瞒来要创啥啦？是有啥物通好瞒的咧？讲到这个来宝啊，明明就好囝，即摆哪会变甲安尼啦？真正是我真正想袂晓呢。哎呀，神经啊！即摆想遮拢无路用啊啦，事实就是安尼啦。美云啊要嫁互文治啊啦，以后跟来宝拢无关系啊啦。我本来搁咧烦恼讲吼，推哥也是要安怎去交代，起码我看推哥吼，人唔敢来甲咱提亲情啦。咱美云的选择真正无唔对。你哪会讲安尼啊？啊，毋来宝变歹囝，你颠倒咧欢喜呢？无啦，我唔是即个意思啦。规定吼，就准讲来宝无变歹吼，咱美云啊选择嫁互文治，还是比嫁互来宝也好啦。这美云的选择绝对无唔对啦。啊，有啥啥？督啊，规定啊，今仔也无啥人客，督会甲你接好。我唔相信，这一定是误会，一定是拍唔着人的。来宝无可能去跋筊的啦。事实就摆在眼前，而且我也亲目睭看啊，亲耳听到啦，啊，你还阁唔相信？我未信，来宝亲嘴甲我讲，我才要信。伊若甲我讲哦，伊今仔就袂用拍到安尼啦。伫咧派出所伫咧问笔录的时，伊也唔老实讲，要无咱嘛会当报警察去甲掠起来啊。啊，伊就明明无去跋筊，唔捌遐个人啊！你谁人唔相信你家己囝的？白白布，硬要你甲乌啦！你要做啦？我要去找刘金大下叫我，给我一个交代啦！哎，你啊，迄是恁囝家无出团啦，唔通要怪别人啦。
美云欺骗咱内部感情，你这做老爸哪会讲出这款的话啊？你的心肝到底是啥物做？我真是想无呢。来，你来，你莫当我写死写就会用笑死啦！你讲放开啦！莫去啦，啊来本来转来要安那啦？你要出去，要出去出去啦！内部卡斯人变歹哦，一定是受到美云的刺激。内部现在也知影吼，美云变心啊，伊才会安尼啦。对啊，但无一定是安尼。好啊，你较冷静的，等下来报啊倒转来看安怎讲啊，咱查好清楚哦，才来做拍算。那为什么人在你倒呀？害我为你一个心人难担，想要你。听到情拢散，真孤单，阮的心。来啦，在食哈？咱小紧食啦。文弟啊，啊你若有闲吼，去接美云下班啦。好啊，啊是安怎是？我是惊讲吼，内部一时受到刺激吼，煞心理变态啦。心理变态？对啊，啊万不了去找美云哥哥弟吼，安尼就唔好啊啦。文弟，你毋知影内部的个性呢？你莫看伊平常时安尼恬恬吼，啥物话都唔讲啦。啊，毋过伊性地一举起来吼，是比牛搁较烦呢。无人敢保证伊会做出啥物代志哦。敢会？咱若是较细腻的较好啦。对啦对啦，哦，这拢哦爱怪这个阿女啊，自细汉哦就甲性歹去，所以哦，这是毋才会变甲安尼，毋是相拍就是跋筊，哈，又无所不一当做。文弟啊，你先走啦，先走啦，无用做你啦。哎呦，就先去上班啦，去啦去啦。好啦好啦，等才会食。水果啊，啊你拄则哦，放你啥呀大声哦，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啊？咱拢过是20-30年的老朋友，唔免得安尼啦。平常时啊，到较早，你也搁咧学了讲阮内部的人袂歹真怪，即马一个出代志尔，就讲啥物心理变态无正常，冤家相拍，逐项拢甲讲啊无一块好。阮内部也是会食人哟，啊无是安那，咱就搁当作是魔神啊，也是趁机要还，免着安尼啦。亲情若讲做无成，做朋友嘛是会用的啦。啊，阮阿女啊，伊来成内部啊，敢有去得罪着你？恁哪尔安尼讲啊遐尔啊歹听，是要创啥？前几工啊吼，毋知影送咧怨叹某、怨叹囝，讲啥物恶妻孽主、无法可治啦。啊，今仔日咯，保过某、保过囝，惊阮去甲弄气甲去啦。水果啊，咱拢20-30档的好朋友啊，我空溜顶吼，嘛毋是迄个无情无义的人啦。你拄则安尼讲，敢会唬人听？是的啦，是的啦。有影，平常时哦，我若看到阿女啊、甲内部啊，是有影较不顺眼。要毋过就毋知是安怎，我若看伊心情伫咧歹哦，我这心肝啦就感觉你作做的啦。啊，阿瑞啊，跟内部啊，甲有讲安怎？阿女也是真怨叹美惠啦。遐内部啊，一去就欠伊遮屎了，毋知去倒位。你讲伊的个性哦。我是足惊会出代志，是讲
恁两个阿某安尼顾虑也无毋对。离婚啦，离婚。文弟啊，安怎啦？到底是你惊啥？来宝啊，最近心情无好啦，莫插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你讲遐恐怖着。无啦无啦，阿姆叫我来送你转去啦。食到30岁啊，也毋是囡仔，定定做代志就有人安尼烦，基本的含纸责任感就无啦。毋是讲爱讲，伊若转来的时候，哪会家己念者啦？毋通当代志拢安尼顺利啦。也搁有啦，人米粉啊，若到毋插伊哦，叫伊较死心咧，也莫定定要当遐甲人高高低啦。喂，来宝。哦，是你啊。喂，师兄啊，无啦无啦，无啥物代志啦，算毋知等恁大兄的电话啦，嘿啦，你先挂断啦，无用你才拍过啦，吼，哈。唔对，一定出代志，一定出代志啊！若无，咱连一通电话都唔敲倒来。我愈想愈唔对，对个，我看哦，咱去来报案，叫警察甲咱斗找啦。哎，你免当安尼紧张啦。当伊嘛定定安尼伫外口安尼佚佗啊3更半暝，嘛无倒转来困，当你是咧烦恼啥呀？毋是讲我伫咧讲，阿母啊以前嘛有甲你交代过，讲叫你哦毋好心内保啊，你就是拢毋听话啦，所以哦，今仔日才会变甲安尼啦。我是听伊，毋是生伊。安尼你敢讲你无诚意？就算我生伊，迄嘛是应该啊。喂。哦，来宝伫恁厝哦。好，我甲无推水过来。好。来宝即马人伫倒位？害我为你一个心人落单，想要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的刘田姐啊，拜托你开门者，我有话要甲美芬讲。我若讲完，我随离开啦。开门者啊，拜托咧。哎呦，美芬都已经咧困啊，有啥物话你明仔载再去讲好无？你紧转去啦，无你母会烦恼啦。刘田姐，我拜托你，你叫伊起来者。我讲句话，我就离开，我袂安怎？你开门啦，拜托的啦。好啦，无安尼啦。你有啥物话要甲伊讲，你先甲我讲。明仔载等伊起来，我替你转达啦，安尼好无？刘田姐啊，我要当面甲伊讲啦，我为你听无心啦，开门啦。倒一个月我听无咧，你着甲我讲就对啊嘛。刘田姐啊，我。你是规路要创啥啦？起来啦！刘田姐啊，我要规单遮等美芬出来。他说美芬若无出来，我就永远规单遮无要起来。哎呦，你太要安尼咧！这要是要安怎啦？阿母、阿爸，我看吼，恁同我去上来报讲啦。回地头外口有铁门啊，伊袂对我安怎啦？唔免啦，你即摆看伊讲啥，伊拢听袂入去啦，是假互伊刺激的啊！你着互踮遐冷静几工啊，才去讲啊！啊，不过看伊即摆安尼，迄是伊家己无路用，无一个查甫人气开，免插伊。美芬，你开门者啦！美芬啊！有啦，啊，你有敲电话推去无啦？有啦，敲过啊啦。我看叫文弟来处理啦，安尼有无？文弟也咧值班啦，伊叫咱铁门锁好啦。这来宝若一定唔走吼，伊会叫管区先过来看卖啦。美芬，你出来啦！美芬，你先出来！美芬啊！来宝，你规粒在创啥？起来啦！我无要起来啦！你是怎样到下心下情嘞？转来起来！我无要转去啦！
离婚啊！离婚！离婚啊！来宝，像这款会变心的查某囡仔，免为伊来艰苦啦。我甲美凤遐一年的感情，我真是放袂你，我真是放袂你啊！啊，实在也袂见效呢哈！迄人都无爱爱你，你是斗咩甲人哥哥伫要创啥啦？你哦，实在也写诗写情啦哈！我目前也要闹你这囝啦，天公伯后真正无目睭啦。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，爱情拢是掠人心。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，等你一生，等到心落雪，也是。